今日咧就去雲海公園啊，咁啊搭車去到海山站嘅B 出口，跟住咧就轉右，直去到海皮嗰度咧，就搭雲海專線 A 線啊，就直去雲海公園。呢度就係雲海專線 A 線嘅巴士總站啊！呢度應該係個站嚟喎。其實海山站附近呢，都有呢啲專線嘅車站可以上車嘅，不過呢，我就揀咗去總站嗰度搭啊，因為上去雲海公園嘅車程呢都幾耐嘅，咁所以呢，就想有位坐。提一提大家，雲海公園星期一呢就休息嘅。所以星期一咧，千祈唔好去啦。搭車期間呢個風景都幾靚嘅，我就全程拍攝晒。不過唔想呢個視頻太長，所以會分開上載另一個視頻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就睇嗰個視頻啦。到咗雲海專線總站啦，呢度咧就係落車嘅地方，亦都係回程上車嘅地方。你嗰個僆仔自己表演啊！嗰個嘢，哇！好遙控啊！嗰嚿嘢啊！雲海公園啊！哇！原來今日咁多人嘅，我都遲咗嚟啊！而家係12點啊，已經。到咗啦，雲海公園。
都唔算太多人。西貢成世未去過。嗰個好靚喎，係嗰度行山啊，嗰度行過去。誒呢個影張啊！阿婆地，哦，梅沙尖，欖翠台，啲咩嚟呢個？雲海公園一，跟住就翠嶺水庫、三洲塘水庫，哇，都幾多嘢行喎呢度。唔得㗎呢度。咦？哦，呢個環湖棧道啊！哦，三洲塘水庫嘅環湖棧道，哇，正喎呢個。好，上去睇先。這也太奇怪了。呢度啊，每日上午9點至下午6點啊。入園須知呢個，好喺度影翻幅相先。要不咱俩就，咱俩拍一个。对，那个下去也大点。正呢度。要拍照不要进那里边啊。我行一下面先啦。下面呢層嘅好似冇乜嘢喎，個水壩。谁会将你的照片放的这么大，然后在这儿？哦，冇嘢啦，跟住呢度。好，咁我上面睇下啦。有没有长黑点呀？看不清。呢度影一幅相先。
正喺呢度，一流啊！你睇下，景觀非常開揚啊！呢度有樓梯上係嘛？有冇㗎？呢度唔見咗個餐廳啊！哦，掘頭路去啊！呢度上咯。阿芳點唔點啊？好，影下幅相先呢度。呢度有間餐廳啊，有咩飲啊？哦，飲嘅每杯33蚊，布打檸檬茶25蚊 ，OK 嘅。哦，好靚喎呢度，環境清幽啊！哇！呢度望到成個鹽田港啊！你的也很好看，真的吗？它这个比的好吃啊。好在今日冇熱啫。好啦，你上去啦。拍一张让你看试一下。过来这里。不重的，那东西不重的，很轻的。这边。
呢度好正，呢度可以影到個。哦，呢度。顺着也还可以，只是这个镜头就。在那边呢，那边也不行。可以来。快来啊！给你拍个照。哇，下面係玻璃嚟㗎。你不要提醒我好不好？本来我都没事的，真的你不要提醒我一下。这张好。这现在拍是好看的，这个是相机吗？是啊。臨海紀念品啊！
有乜嘢？啲公仔。澳門嘅喎，我呢個深圳。冇乜特色。对，就这样子就拍出来的相片是好。哦，它这个自拍杆。無邊界生態博物呢度去邊度㗎？阿婆地，我睇下先。哦，呢度山路嚟㗎。山路嚟嘅，所以我行唔到啦。唯有落返去啦。1點都未夠，12點52分。斜到落正。哇係！要行都行好遠喎，而家我喺邊啊？有冇講嘅？冇講喺邊喎？呢度冇講。落去行啦，下一陣啦。呢個香港木蘭，咁多香港嘢嘅喂。
個雀鳥啊！呢個打卡點，而家我喺邊度啊？呢度真係唔知喎。蝶變雲谷，咁我哋就2點半就到咗海山㗎啦。蝶變科普橋啊！共享水库美景，珍爱生命，预防溺水。叢林野趣严防火灾，報道。不管自己人人有责。共享水库美景，珍爱生命，预防溺水。水库林区，严防火灾，呢個保萬护环境，里碧道人人有责。呢條啊，都好難行。共享水库美景，珍爱生命，预防溺水。水库林区，严防火灾，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位度好靚，珍爱生命。咁快紅色。大江吗？好像。哎，咋看不到嘞？你看到啥了？
看不见。我也没看见啊。哦，它应该屏幕在这是吗？啊？去完雲海公園之後，就搭車返落嚟，去一個唔顯眼小區裡面嘅春天圖書館啊！呢個嘅外形呢就非常之有特色，所以呢就去睇一睇，打下卡。到咗啦！呢個好特別嘅圖書館啊，頭先見到嘅。咁一搭車返落嚟呢，都喺呢度行下。呢個視頻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